表面上睇係翻去貿易戰前嘅狀態，但係實情咧係我哋喺呢一場貿易戰中投降，結果係落於一種由我哋發起嘅紛爭，但係被逼屈服嘅局面。最近咧，中美就終於達成咗貿易協議啦。咁結果點呢？如果你問特朗普嘅話，佢會同你講非常之好。But overall, I guess on the scale of from 0 to 10, with 10 being the best, I would say the meeting was a 12. Okay, I think it was a 12. 但係我睇咗幾篇報道咧，就冇一篇話非常之好嘅喎。咁我就揀咗其中之一篇咧嚟同大家分享。咁呢一篇報道咧，就係由紐約時報嘅 Nicholas Kristof 去報導嘅。咁如果大家有睇到我先幾集去講到蘇丹嘅問題嘅時候咧，就係由呢一位 Nicholas Kristof 咧親自去到蘇丹咧嚟到去報導當地嘅情況。咁呢一篇嘅文章咧，佢點講咧？佢話美國同中國嘅關係咧，係而家世界上最重要嘅雙邊關係，而特朗普處理得好論盡。咁佢咧用咗處理中東問題嘅方法咧嚟去對付中國，結果咧係俾人咧砌到冧嘅。特朗普咧喺4月咧係急速宣布所謂咧解放日，即係 Liberation Day 啦，係設立咗一連串咧嘅關稅。嗰陣時候咧，其實佢係判斷錯誤嘅，而且係極大嘅錯誤。佢以為中國咧，因為咧對美國出口多啦，入口少啦，就會咧被逼就範。但係忽略咗中國好多咧係從美國入口嘅嘢啊，譬如大豆咁啦，係可以由其他國家供應嘅，譬如巴西就係啦。而中國咧就掌握住稀土嘅，即係 rare earth 呢一個嘅戰略性嘅物資。中國係控制咧全世界大約90%嘅稀土嘅，並且咧係6種嘅所謂叫做重稀土 （heavy rare earth minerals） 嘅唯一供應國家嚟。同時咧係主導咧 rare earth magnet 嘅生產嘅稀土啊，同埋呢啲嘅 rare earth magnets 咧係現代工業嘅關鍵原料。好似咧無人機啦，即係嗰啲 drones 啦、汽車啦、飛機啦、風力發電機啦、電子產品啦，同埋軍事裝備冚唪唥咧，都需要咧有佢先至咧能夠製造嘅。缺乏咗穩定嘅供應咧，就會令美國咧部分嘅工廠係停產嘅，甚至軍事供應鏈咧，即係個 supply chain 咧，亦都會受到嚴重嘅影響。冇咗一種咧叫 samarium 嘅稀土啊，連美國 F-35嘅戰機都無法生產啊！一艘嘅潛艇咧就已經需要係4噸嘅稀土，咁所以你諗下，係邊個揸住邊個條頸啊？中國咧用稀土嘅配額咧作為武器咧，其實唔出奇嘅。喺2010年咧，對日本就做過類似嘅手法。咁特朗普咧宣布解放日嗰個關稅之後2日啫，中國咧就馬上宣布對部分稀土咧實施呢個出口管制，之後咧又大幅度再擴闊咗呢個稀土嘅出口管制。跟住咧，好明顯嘅係美國已經係完全落在習近平嘅掌中，因為美國經濟對中國稀土嘅依賴咧，係遠比中國對美國大豆咧嘅依賴係嚴重嘅。嗱，咁我哋嘅財長咧，即係嗰個 Secretary of Treasury Scott Bessent 咧，佢就話：談判咧已經達成咗咧實質性嘅框架啦。如果框架成立咗咧，美國咧係會削減咧，或者係取消關稅，咁中國咧就會暫停咧最新嘅稀土出口限制，同埋恢復咧就買大豆。表面上睇係翻去貿易戰前嘅狀態，但係實情咧
係我哋喺呢一場貿易戰中投降，結果係落於一種由我哋發起嘅紛爭，但係被逼屈服嘅局面。最弊嘅呢係呢場爭端咧，係叫中國將稀土嘅出口咧係嘅控制咧係正常化咗，變成咗咧控制美國嘅一個長期籌碼。例如咧，只係暫停1年出口嘅管制，對北京嚟講咧係聰明嘅做法嘅，既保留咗對美國嘅操控，又唔會造成太大嘅混亂，導致美國同其他國家咧會全力打破咧中國喺稀土嘅壟斷地位。嗱，作者咧喺一個國際關係會議咧去問一啲專家，佢話喺呢場貿易戰中咧，邊個認為美國贏？邊個認為認為中國贏？邊個咧係會覺得未能夠咧下結論咧咁樣？結果咧，大多數人都覺得咧係中國勝出，而且咧係掌握咗優勢嘅。而家咧，特朗普逼到中國用稀土咧作為武器，但係美國咧並唔能夠咧好快咁揾到替代嘅資源，而兩黨嘅政府都應該咧更積極去發展稀土礦場啦，同埋呢個提煉廠嘅。如果唔係咧，發生咗呢一個嘅危機嘅時候咧，就會咧處於被動嘅位置啦。嗱，加拿大有一間公司叫 Power Metallic Mines 嗰個總裁嘅 Terry Lynch 咧，佢認為咧，而家要做一個咧類似咧曼克頓計劃，即係 Manhattan Project，好似咁樣嘅形式嘅大規模工程咧，去建立西方嘅稀土能力。乜嘢叫做 Manhattan Project 咧？即係美國喺第2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，要去製造原子彈嘅秘密工程。當時咧係匯集咗咧所有嘅精英，終於咧喺快過咧係德國咧嘅發明嘅過程裏面咧，我哋係先製造原子彈嘅。而家咧 Terry Lynch 咧就係話咧，我哋需要咁樣咧嚟到去進行稀土工程。但係即使咧全力以赴咧，最少要5到7年先見成效，係見成效啫。而好多個專家咧，甚至話咧係需要20年嘅時間先至可以取替從中國嚟嘅稀土嘅供應鏈。所以咧喺近期同日本啦、泰國啦、南韓啦所簽嘅有關稀土條約咧，喺短期內咧係完全冇用嘅。喺呢段空檔期間咧，美國實際上必須要同中國達成某種嘅協議，否則咧供應鏈就會咧出現咧大問題嘅。而實際上咧，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後咧，好快咧就發現咧人哋係揸住支槍，自己咧就拿住張刀，即係話咧一個慣咗去 bully 人哋嘅美國總統咧，反為咧係俾人喺 bully 翻轉頭嘅。所以咧，最後係向中國作出讓步。點樣讓步咧？撤回咧收緊咗嘅關稅啦，放寬對華出口晶片嘅規定啦，容許 TikTok 繼續喺美國運作啦，阻止台灣總統訪美啦，同埋有傳聞咧會延遲售賣軍火俾台灣啦，咁樣呢一連串嘅舉動咧，被批評為美國對華策略係出現咗戰略性嘅下滑嘅。文章嘅作者所擔心嘅長期後果係咩呢？係習近平已經睇到美國嘅弱點，掌握咗雙邊關係嘅主導權，睇到特朗普會喺壓力下讓步，連安全議題啊，即係 national security 咧都可以妥協嘅。美國因為咧得罪咗盟友，盟友咧亦唔會咧一齊咧團結嚟到去抵抗北京，更且咧。即使習近平暫時解除咗稀土嘅限制，但係唔會俾美國有機會去積存多餘嘅稀土嘅。未來咧，美國嘅軍火製造商要取得製造戰機咧同埋潛艇所需要嘅稀土咧，會更加困難。佢繼續講，即使習近平暫時放寬1年嘅稀土出口，目的咧可能咧係提醒美國同其他國家佢哋嘅弱點，目的咧係好可能咧
促使各國喺台灣啦、新疆啦同埋西藏嘅人權指控等中國關心嘅問題上咧，採取咧更順從嘅態度。作者咧更係引用《孫子兵法》裏面嘅說話啊，外國人都用呢個嘅《孫子兵法》嘅。佢話：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即係話咧，百戰百勝唔一定係叻噶，唔打都能夠制敵咧，咁先至好嘢。習近平咧，可能淨係利用呢一種嘅貿易槓桿，未開火都能夠去擴張咧喺西太平洋嘅軍事同戰略嘅影響，更可能咧公開或者係暗中咧用限制稀土出口咧嘅威脅咧，去逼特朗普削弱對台灣嘅支持，或者咧減少喺南中國海嘅巡航。如果特朗普接受，對美國喺亞洲嘅影響力係一個重大挫敗，對中國則係重大嘅勝利。呢種咧局面咧會令美國盟友咧感到不安，中國喺台灣海峽發動侵略嘅風險咧亦會咧加劇。所以唔好急住為特朗普同埋佢嘅幕僚所宣稱嘅重大協議咧鼓掌喎。美國可能唔止輸咗呢場貿易戰，而係咧喪失咗未來多年嘅全球信譽同影響力，外界會視之為美國衰落嘅先兆。